台北国际册展即马是当咧举办，其中驻心即个台湾文化甲台语文的出版社简汇出版，因逐工拢会来办讲座，邀请专家来讲甲台湾文化相关的知识。另外，这出版社也表示讲，近年呢，这台语文的册伫即几档市草是真好，销售量会当讲是翻倍的成长。 伊怎为海神变做是水神，控制雨水的水神，刷到伊怎变做守护咱作物的农业神，吼。啊，再来进一步，你看足侪人生活内底各种的疑难杂症，拢会去找妈祖。 台湾妈祖信仰兴旺，北港妈甲新港妈是同人知。不过因为本港天后宫电起，才互两个所在的妈祖信仰发展兴旺，只是侪人较唔知的台湾文化历史。民间信仰内底真重视香火，所以咱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讲咱的香火爱去找到一个起源地。本港天后宫后来算做讲迄个电起嘛，电起了后呢，有的讲法就讲伊是北港朝天宫，另外一个讲法是。 讲是新港奉天宫。当咧台北国际册展展出的简汇出版社，唔那卖册，也伫会场办讲座，互民众认捌台湾文化。简汇表示，这几年参生活相关台湾文化类型的册是真受欢迎。我是老师，所以还有一些教学的需要，想说也让小朋友了解到这块土地发生的事情。你日常生活当中，你摸会到、食会到、看会到的物件，其实大家都就是愈想要去了解吼。像歌谣嘛是同款，吼你。 台语歌听遮济，但是洪一峰的故事你敢知影？驻新出版台语文册的简汇也发现，台语文相关的册这几年起草是愈来愈好。咱即马吼，咧做台语文的册，拢会教有声册，就是讲你听无要紧，你就是放来网听，甚至是讲咱甲真济有知名度的这世界的这个囡仔故吼，这真出名的故事，家己翻译做台语，这套大有一个兴趣。 简汇表示，过去台语文册一刷1000本，可能拢卖袂了。但是这几年台语文当时行，亲像台文版的出名小说《小王子》，就已经卖了1万本，这就是上好的证明。记者郭牛水台北报道。